好，咱开始继续读4月12、13两天吼。有一只细只容客船载米甲盐出航去芒港。本个月12号，有4只容客船对几个所在前来台湾，其中2只是对安海，一只是载来大批精米的新种类的鱼仔。另外一只是载来450担的糖，约40担的青丝甲一寡布料。剩的迄2只是对金门运盐甲米来，北方好天。这记小的，这读过就好。4月14，有4只容客船来到台湾，其中3只对厦门，一只是运来一批鱼仔，其他2只是运来盐甲米，以及一寡虾吼，虾就是蛙吼，乌蛙虾啦吼，较做虾 ，HIA 第7声。一批要做糖桶，堆糖的桶吼，一批要做糖桶的茶帮。迄第4只船是对平湖来运盐来。今仔日北方，今仔日长官普通嘛是国下学议会针对Junius 牧师的评估，伊最近去过放烧啊吼，放烧社吼，照互伊的命令去调查，发现讲放烧社佫会记啊，哪边溪遐吼，对，出海口遐，照伊的命令去调查，发现讲只要是有适当的教师，到时就会互遐个人来信咱的宗教吼，就是你若派好牧师去，就法度招着人来信吼。所以决议讲要派一个士官叫做 Warner Sportman， 先去住伫个放烧啊遐学习语言，伊家己真介意去迄寡异教徒中间来生活。以后要阁派一个适当的青年人去陪伊，做伊的助手，并且去耐心来探听迄边的各种的情况。又阁注意到讲，牧师Junius 牧师对讲，就是要含放烧社人所定迄寡条款，要甲打出来公告，伊感觉真为难吼，因为伊担心，伊烦恼讲上重要的第1条，关系到呈现因的土地互咱荷兰政府的迄一项，将来可能会去互恶意的死仔人强调，互因就是互即个放烧社的人含咱荷兰人来失和。虽然安尼，长官阁下和议会出在几点的理由吼，因为几点的理由，决议讲要甲上述迄个条款伫个处地，即是啥物所在来甲打出来，因为伊写处地后壁写一个倒数的数啦，毋知啥物所在啊。因为迄是公正的代志，而且安尼打对公司嘛真有好处，真有用处。伊拄则讲几啊理由吼，咱来看伊后壁寡妇内底写吼。因为新仔人永远都有办法找到题材，煽动即寡轻易相信因的即寡民族来反抗阮吼，就是你烦恼这，就算你就算你烦恼即条无，就算咱无打喙，无即条通互你烦恼哦，嘛有别条通互你烦恼啦吼。因为新仔人总是有办法找到题材来煽动因啦吼，来反抗阮，来反抗荷兰人吼。好，另外是讲，因为迄是公正的代志，而且安尼对公司就有用处，伊有寡有写讲，
伫咧其他欧洲人出现的时阵极有用处啦吼。应该是指西班牙人啦吼。我看卖注脚有写，第二注脚写讲 Bigpers， 哇，这是啥物？这是啥物文啊？这应该是荷兰文啦，看无吼。Parisi 出现，这是啥物人毋知？拄则讲迄个先派去放手啊，学习语言迄个是，伊叫做 Warner Sportsman。顶头这写诶名含下对注脚这拼音诶字母无写无共哦，毋知对这真诶吼。讲伊是1637年学习半年了后，被任命为教师。这教师应该就是传教师啊。好，咱最后一段读了。最后决议，因为已经找到材料，互希腊人伫咧芒港附近会当大量生产砖啊，所以决定要伫遐甲伫遐提碉堡诶代志当做真需要诶工作来积极来进行。4月16。4月15、16两天有北方，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国下函议会决议，咱要尽量较紧去征发金狮岛，就是即卖小琉球吼。因为放手诶人，正如Junius 牧师所报告诶，有法度讲一部分因诶语言吼，就是放手啊是已经下面算好淡啊嘛，所以即嘛变成是帮助因去出征迄个金狮岛吼。尤其现在是满月的时阵，真适合出征，并且决定要派中尉做指挥官，该同迄个坎迪迪斯牧师和一位议员同齐去出征，并且要准备到野的粮食。若是无法度早日完成任务，因会当留伫遐1个月，互遐个金狮岛的人因为粮食甲即个会当啉的水吼，用完或者是变臭吼，就是要甲因困死踮遐啦吼。到洞穴，就是因通常拢秘伫遐的洞穴。到因对洞穴出来时，就会落入阮的手吼，就是因出来就甲掠起来吼，互阮乘做该岛的主人。今仔日有2只用客船出航，一只是载鹿仔肉去厦门，另外一只载咸鱼去烈士小金门啦吼。4月17，长官阁下函议会对几件事再度亲书述律，咱来看伊寡妇内底写吼。几件事啥物？由Junior牧师伫咧几工前，长官阁下函议会所提出来，关系到要安怎踮咧新港推展主的工作的代志。议员为着要会当提供更较有效的建议，特别伫咧审阅溯回之后，就是斟酌佮甲因即个提案斟酌啊看过了后，再度亲书述律，做了如决议录所上载决议，但是无讲啥物决议啦吼，决议爱去宪决议录。今仔日有北方，4月19。无用咧准备要出征金狮岛的代志，即寡代志今仔日准备完毕。人员包括着阮的士兵甲水手，超过100人，抑佫有约70个到80个
附近庄头的居民，安尼就100要到200人啊，170-180人，分做3只细只容客船含几只舢板，伫下晡出发。愿万能的上帝，互阮得到所期待的成功。今仔日有3只容客船对烈士载米甲盐来台湾，我要拍竞赛倒啊吼！一个历史上真悲惨的代志，咱读着吼。我摕只水果要你食药啊！我是有接过啊无啊？我怎袂记？接过啊无啥？要紧加食一粒应该袂要紧。452无特别的事，有2只容客船对烈士载一寡条仔和其他的木料来到台湾。透西风，天气真好，天气还算好了。422，哦，咱来看吼，422较长吼，有一只容客船对厦门载300袋的糖来到台湾。报告讲，食心的容客船载200袋青丝停泊伫厦门头前。伊延前的原因是，犹阁伫停靠1、2工内会送去的50担丝，因此因咧要讲伊会伫咧4、5工内来到台湾。本来打算要做即只容客船前来台湾的即个行李人航班社批来讲，爱阁延前20工到25工，因为爱停靠林明。另外一个行李人叫林明容客船，即只船伫停靠几啊行李人，期待因会对福州运来大批的丝质的布料，以便要装运丰富的货物来到台湾。今仔日接到牧师 Juniors 对新港寄来一张批，对遐个内容，批的内容知影讲，最近去放烧啊，被派带礼物去互人桥，人桥是头个龙桥还是人桥？的人就是被派载礼物去人桥的人，迄个叫做南北，伫咧昨昏已经转来到新港。报告讲，伊受到遐的邮长真好的接待，并且讲伊已经甲阮的意思甲因讲。也甲礼物呈送互因咯。因对此回答讲：若是荷兰人想要和因和好，因袂反对；若是毋和因和好，也袂要紧。迄个生仔人，捌伊来强调讲，和阮和好是有需要。若无将来恐惊会去互阮攻打。即个邮长所回答，邮长回答讲：阮袂当爬悬山，假使讲阮会当爬悬山，因就拍袂过阮，无法度拍赢阮吼。安尼因就会撤退，爬去搁较悬的山顶去。这什么意思？哦，最后经过南北，伊甲即个荷兰人的作为，甲阮讲啦吼，看起来有一点要和阮和好的意思吼，表示讲因愿意先看讲因的祖先是毋是，愿意先看因祖先就拢还未看过的荷兰人，并且要接受礼物，然后会派几啊因的人来和阮来结盟缔定合约。迄个邮长有一个兄弟，真想要和南北同齐来台湾遮，但是被迄个邮长所拦阻。
所主动的吼。虽然迄个希腊人提出讲愿意用伊家己含物件留踮咧迄遐做认质，即个酋长也是反对互伊的兄弟来。不过Junius 牧师感觉讲，若是派一两个荷兰人去遐，人桥的迄16个砖头，较早讲是18个砖头吼，因着家己因家己抬掉两个啦，抬掉即是用删去啦吼，抬掉两个，将来会甲阮、甲咱甲荷兰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含即寡人友好，若是佛罗摩萨东岸的海滩，将有一段路因而使阮含希腊人会当自由通行而需要。还是这写啥啊？迄寡伫咧佛罗摩萨东岸含山区的人交易的希腊人，伫咧沿海遭遇不测的时阵，也会当安然起山啦吼。以早所需要起山的时阵，定定会惊讲去互居民来杀害，因此呢，因通常拢会赠送礼物互人桥的即个酋长，而且会含因和好，抑阁会当得到关系到黄金搁较清楚的情报，出产伫倒位、偌济数量、安怎来开采等等。即寡人桥的居民根据南北的事实。根据南北所讲啦，吼，是伫咧佛罗摩萨岛上所看到上文明的人，因的穿插得体，妇女穿裙，长到即个我脚踝要怎讲？我袂记啊。查一下吼，这日常用到的词。袂晓讲，遐真歹势。我用大力大书店去找鬼色，叫做脚踝哈，竟然无。脚后跟知影吼，骹后垫吼。脚踝我都袂晓。做台语。骹啥物？歹势，听袂介清楚。因为三年咧上班吼，伊嘛咧偷仔咧讲，毋敢讲伤大声。不要紧吼，咱查一下书店应该有吼。骹目啦吼 ，Embry 写骹目吼，有写骹躯，有人讲骹躯。好，骹目吼。另外，拄则一个词，我想要查一下要哪读。廊桥吼，即个地名，我看，啊，你大书店敢若无咧收地名啦吼。我来先查一下甘梨店，看孔子碑要哪读？龙吼龙，第一字读龙，第二字读桥，龙桥吼。当然这是汉语的读法啦吼。实际上，因即个原住民在地人的读法，咱嘛毋知吼。龙桥，讲因是佛罗摩萨岛上看到上文明的人吼，就是清查吼。查某人穿裙，
长到即个骹目的所在吼，长棍啦吼。啊，因为恁嘛有野空吼，也毋过因的居厝又搁细又搁歹看吼，因大个所在啦吼，因的肤色比附近各庄头的人拢要搁较白吼，白足侪吼。根据南北的事实，因的酋长有100外人含伊来同道食饭。我之前讲我读的迄本德国人一个人所写的即个福尔摩沙历史内底，字名我搁讲一下。字名中文翻译叫做福尔摩沙岛史哈，福尔摩沙岛史。度假叫做 Ludwig Rees，R-I-E-S-S 哈 ，Ludwig L-U-D-W-I-G。OK， 这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出版的哈，所以当今这本呢是德国人，当然毋是即卖德国人啦吼，19世纪如果若是讲无记，就是19世纪伊所写的即个台湾岛史吼，伊顶头一直讲即个龙桥应该是本地是对即卖Okinawa遐来到台湾，刷来到台湾的。啊，Okinawa 你嘛知，Okinawa 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历史足早的一个国家嘛吼，文明开发足早的吼，所以因对 Okinawa 来台湾，其实因的迄个文明程度，就比台湾的其他的原住民搁较悬啦吼。我当初咧看即本历史的时候，我是小可犹豫啊，因为因伫咧台湾上南部啊吼，啊是安怎的对台湾对 Okinawa 所来到台湾了后，到尾搁迁徙去台湾上南部，即本书内底嘛有写啦吼，但是我是感觉小可犹豫，但是我即马看了荷兰人安尼记载，我真正阁感觉迄本书所讲的真正是完全应该是正确的吼。讲因是台湾岛上是看着上文明的人吼，所以应该是吼。啊，但是迄个德国即个教授，我讲教授是因为伊伫咧明治维新的时阵，日本甲聘请去日本教当然是教西方的历史的款吼。啊，所以伊内底所写的绝对是有根据啦吼，一定拢有写讲伊迄个出处是即个记载是对来吼，拢有写，但是我无注意看，无记啊啦，无条件去记吼。有兴趣恁再家己去找即本书来看吼。好，咱甲今仔日即段就是4月22上尾，歹势上尾段甲读煞，关系着黄金。Lampais， 伊无讲即个人啥物，可能就是一个生理人啦吼，我哩有希腊人的生理人。Lampais 真肯定来讲，伫咧龙桥，我才读过了龙桥吼，龙甲桥嘛吼。第二个字煞无啥会记着，拢第5声吼。伫龙桥的敌人遐有黄金，毋是对地呢。挖出来，你是对河呢吼，对水的浮出来、抬出来即个沙金。这一切情况究竟如何？爱听候一个新仔人对龙桥前来，伊会讲迄边的语言，才会当知影真实的情况。好，这是关于龙桥的记载吼。龙桥即嘛应该就是恒春遐啦吼，迄到位啊。4月23、24、25，风向多变，又搁落雨的天。今仔日接到中尉和其他的朋友，事期是本个月22号的来批里写讲，因伫过去的拜一，就是本个月21号，全军来到金狮岛。因到位的时阵，捌拄着差不多约20个该岛的居民，因真公路，掠讲就对啦吼。
要来含阮打倒，差一点就甲阮赶走。但是当阮用4、5个优良的步枪手因射击的时阵，弹死因3个人，还佫弹伤因几个人了后，因就随逃走，无看袂着人吼，人拢看袂着。所以伫咧无抵抗的情况之下，进入因的砖头，甲因的砖头拢放好烧掉吼。除了有几个要保留落来做五方人员聚集的所在，其他拢放好烧掉。拍算要伫遐停留，但是注意着讲，伫咧迄粒岛呢，找袂着水，所以全军又搁撤离前往下淡水，就撤转来即个高平溪啊啦吼，下淡水高平溪啊。伫咧撤离了后，撤离以前，捌用一只舢板去设迄个设粒岛一链吼，去找将来人员登陆甲物件要上岸、要起山的适当的所在，并且去看讲是毋是会当找到迄个野蛮人。伫阮环岛一连的时阵，应该会看到真侪即寡野蛮人要因来修化、来显化。就是讲看会当找到即寡人来交谈，想要用即个方法，甲阮的意思来彻底来甲因讲，但是连一个愿意交谈的拢找袂着，因此五方的人拍算，要搁一摆渡往该岛。对即张批，阮随写回批吼，命令因甲五方的军队即刻搁带往，就是叫因搁出兵去金沙岛啦吼，先甲因伫遐已经选好的所在，用坚固的篱笆围起来，防守敌人，然后爱用尽可能的所有办法，或者是甲因的迄个洞穴甲钉死、踢到死吼，或者是放草烟入去吼，或者是按照因伫咧当地上熟悉情况的人所认为上好的办法，甲因拢毁坏掠过来。若是找袂着水，爱照用因伫咧批语所讲遍地皆是野子来挤喙焦吼。但是因为落大雨、透大风，今仔日无法度派船出航送即张批去。迄只用客船需要停候到明仔载，就是要叫因讲，你毋通袂使退兵吼，一定爱搁继续出兵去金沙岛，代志办甲好，办甲煞为止就对了吼。4月26，犹原是落雨天，不离个风势已经较平息，因此迄只带着昨昏迄张批的用客船准备要出航前往下淡水了。但是因为落雨的天气已经连续2-3天，看起来还未停止落雨。风较停了，但是雨敢若无停了吼。因此，长官普罗曼斯国下函议会商讨金沙岛的代志，伫咧即种歹天气，应该是安怎来考虑。所以决议要写批去，互伫咧遐的朋友讲，若是因伫咧接到即张批的时阵，还搁伫咧下淡水，或者是已经去过金沙岛，搁转来下淡水吼，伫咧即个继续咧落雨天，因着爱随转来厝地。即个厝地是讲台南吗？因为伫咧即种天气，阮的步枪是无法度射击敌人，而且落雨真容易互真侪士兵来破病。不离个，如果伫咧上述的岛屿，若伫咧即个金沙岛啦吼，有所在通庇护，又搁会当防御敌人，就爱照咱所予伊的命令，继续留踮遐，用所有可能的方法制服敌人，以便伫咧迄寡原居民面头前来建立更较大的威望甲尊严。若是天气完全好天，
又搁显然有利伫攻击敌人，安尼也会当搁搁进一步去试看觅吼，去拍看觅啊，试拍看觅啊。不离个伫咧即个期间，若要写批来互长官含议会，对，若是伫咧即段期间写批来互阮知吼，甲阮讲要用啥物方法来制服咱的敌人吼，或者是要下因谈啥物款的条约吼，避免对遮会当继续搁得到建议。伫咧要到的时阵，上述杨克群带着即张批出航，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平安。下晡有3只杨克群对烈士运盐甲米来到台湾。好，4月30。无特别的事，即几天有5只杨克群出航前往小金门的事。透北风，天气也算好。好，5月初一。哦，我1分钟小 break 一下，我摕水者。我的猫仔甲占位，歹势，让一下位好无？好啦，好，莫甲你讲。我来下水，下滚水来泡一下茶吼，较袂爱困。5月初一，北风好天，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要派 Joost van Bergen 该动士官 Christopher Warner。抑阁有一个士兵前往龙桥，因为上述迄个有16个砖头的即个所在的居民，若是看到阮派几个荷兰人去遐，因就会派几个因的人来含阮来和谈啦吼。伫咧因派来的人转去以前，阮要留1-2个人踮遮来做人质。哦，要派留1-2个人伫遐来做人质啦吼，应该是讲荷兰人吼。用来要去除因所有的即个惊吓的感觉吼。下晡有一只杨克群对金沙岛来到台湾，应该是即个意思。内面有42个活掠来该岛的居民，其中有8个查甫，剩的拢是妇女甲囡仔。对做迄只杨克群转来荷兰人遐知影讲，因为因匆匆忙忙无寄批来互阮吼，所以知影讲，伫咧4月26日。全军已经对下淡水出发，伫咧约80个放哨人含约共款人数的即个新港人，就是80个新港人的即个协助之下，再度前往金沙岛。所以因去拍金沙岛的时阵，是台湾的原住民原来有到练兵斗阵去拍吼。5方的人即马已经全体登陆，全体拢起山，并且已经伫咧一个适当的所在，为期2巴。伫迄个期间，派新港人和放哨人出去敲查该岛的居民，发现该岛的居民发现讲一个洞穴含真侪的即个居民，因此5方的人即刻就去迄个所在，甲迄个所在用2巴甲围起来，派40个士兵看守，甲所有的食物水拢摕走，然后放各种可怕的烟因家己嘛是可怕的烟入去，互因喘气拢困难
所以因伫咧4月29日吼，所以是安尼是为3天就对了吼。4月29日来咱荷兰人导航，有上述的人数对迄个洞穴爬出来。上述的人数应该是讲因所活了这42个款吼，应该是吼42个人对迄个洞穴爬出来。迄个洞真大，有3个出口，其中2个出口已经甲塌死啊吼，所以就留一空就对啦，要互因爬出来，爬一个活了起来吼。我方的人听讲，伫咧迄个洞穴内底有真侪人，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吼，所以内底活了42个，死的搁较侪吼。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这一切究竟如何？爱听候无偌久，对遐寄来的批信才会当确实来知影。咱等下应该会搁读着吼。要暗有2只细只容客船出航，并且带一张批去金沙岛，就是小琉球吼。这小琉球原住民历史上的最后几工啊吼。你即马所看到迄拢毋是原住民，迄拢是后来迁徙去。即马小琉球顶头嘛，佫足侪人吼，住伫遐吼。我较早做空气的关系，捌去过1、2逝，家己去遐佚佗，原来1、2逝，所以去过3、4遍的款。5月初2无特别的事，阮期待着会有批信对金沙岛寄来，风甲昨昏相款吼，风甲天气拢含昨昏相像。5月初3，我的水应该滚啦吼，我来提车倒者。5月初3，早起搁再一遍，有一只容客船对金沙岛，又搁称作拉美吼，就是小琉球岛来到台湾，带来一张批，船顶有70个活了的人，加上昨昏42个吼，121个吼，正式。上述就是本个月1号的报告吼，就是2天前嘛吼，5月初1的报告吼。另外，伫咧迄张批，还阁知影讲，伫咧迄个洞穴内底有妇女甲囡仔凄惨的哀鸣吼，凄惨的哀叫吼。我方的人咧要讲，内底有真侪人吼，我方的人有15分钟之久吼。数次来因宣布会了因的名，叫因出来。安尼，我方的人就会当伫咧2、3天来离开该岛。啊，若无，恐惊就爱随来报复因对荷兰人所犯的恶行。因就表示讲愿意交出黄金甲银。这两项，阮想讲伫遐应该是真少。迄只是因想要出来，要互我方的人离开该岛的即个。规格吼，伫迄个期间，因着要去准备一切来对抗我方的人，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来比起来。我方的人伫遐看到 Beaverwick 号的8门铁炮甲3个艇，也看到一个西班牙的艇甲几项荷兰人的帽仔吼，甲草帽仔、皮帽仔甲草帽仔吼，因此显然要。葡萄牙的或者是西班牙的船伫遐捌遭难过。下晡阁有一只容客船炸一张批，并且送79个活了的小琉球人来，所以下晡阁是79个吼。安尼偌侪人啊？140
72加79加79，200个人拄啊好吼。正是上顶头所讲的一切，也知影讲伫咧迄个洞穴以外有大部人秘伫咧该岛的各个所在，随时你长等讲要偷袭我方的人吼。但是我方的人一开枪，因就随着拢逃亡吼，四散逃亡，也因此有时会去扑着几啊，会当扑几啊头落来吼。下晡阁有2只用客船出航去遐，要去遐运输迄寡活掠的人吼。因为记载人无伫现场吼，拢是所以伫台湾记即寡代志，透过二手的。但是安尼，咱嘛知影讲代志差不多是安怎伫进行吼，大约拢知影。5月初4有2只用客船对金狮岛来到台湾。第一只载来66个，第二只载来35个，呢301个吼，301个外咧。游员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其中也有迄粒岛的酋长甲11个其他的查甫人，对即寡船所载来批信，来知影讲迄个洞穴内底也阁有人，但是毋知影有偌济人吼，哇这洞要秘遮侪人，我哪食大空哦。根据我方的人对迄寡活掠的人知影讲，像安尼洞穴伫咧迄个岛上已经无啊吼。但是迄寡还阁伫外口的人，拢秘伫咧散布该岛四周围开矿的即个岩礁呢吼，或者是秘伫咧刺仔丛啦吼，刺仔丛有发刺啊，即个杂草内底吼，秘伫咧遐。这一切情况究竟如何？希望偌久就会当知影。上次伫迄张批啊，甲阮讲，当因去追问酋长，伊捌承诺讲，伊捌答应讲啦吼，若是阮伫咧2-3工内离开，伊就要对起哩，对迄个洞穴内底啦吼，摕就是迄寡黄金含银出产伫倒位诶，即个信息互阮着。即安尼写我看无甲有吼，我就是要甲黄金甲银的即个消息甲因讲吼。迄个酋长回答讲，遐无出产黄金啦吼，只是伫咧几年前有一只船伫遐靠浅，船顶的人拢已经隐死吼，船顶的钱就互因拢收去吼。但是迄寡钱已经拢分互伫遐的迄个妇女甲囡仔。我方的人，因摕钱要创啥？摕钱要去倒买物件。但是我方的人对其他的即个活掠的人听讲，迄只遭难的船含迄寡我方的人员，约有50个人起山，含迄寡野蛮人战斗2工，害死因差不多40人。但是第2工因为落雨，所以互迄寡野蛮人偷袭啊吼，互因来攻打，全部被杀。确实情况如何？希望偌久就会当调查清楚。即个叫全部被杀是讲荷兰人强杀哦，毋是，是迄个50个起山的人吼，就是遭难的船啦吼，起山的人。但是这是当时的代志啊。知好，继续看来，5月初5。方向多变，有一只用客船出航前往小琉球。伊哪伫遮写小琉球？奇怪。5月初6，有一只用客船出航前往厦门，载有一批鹿仔肉甲盐、铅啦吼盐。有4只用客船对烈士载盐甲米来，也有一只对厦门载一批条仔甲虾来吼。对汉曼或者是石心。确实伫当时要进来台湾，因嘛毋知，因延前的原因有待时间分晓。今仔日北风好天，5月初7。
有一只龙客船出航，在咸鱼前往历史。下晡有一只龙客船对网港来，然后一只对小琉球载29个，等加一，安尼330人吼，载29个活掠前来台湾，甲以早小双吼，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并且早一张四期是本个月5号，就前2天吼，会批来互金管局的嘛是阁下。对迄张批内容知影讲，即寡人是对前述迄个洞穴内底出来上尾一批活掠吼，安尼所以即上尾29个上尾啊吼，无啊，所以总共活掠330人。伫咧本个月4号，因为听袂着任何的即个嚎叫哀鸣的声啦吼，声拢停去啊。5方的人就进入该洞穴，发现约有200到300个人死伫迄个洞穴内底。因为真臭，所以无法度去计算确实的人数吼，死几啊天啊嘛吼，哇！所以迄个洞穴内底死至少500人到600人吼。此外，还佫有一寡被因烧死的人，因此根据5方的人会来批，伫即个洞穴内底约有差不多540个人吼，其中有323个人已经活掠送来厝地拄则送吼，我拄则甲算过是330个啦，吼，伊应该是倒去记毋对，啊无咧算毋对啦吼，300反正就是300出头吼，320几个，330个人活掠，即寡人当中只有53个查甫人，所以剩的拢是200外个拢是查某人吼，125个查某人，其他拢是囡仔吼。即个人后来下场是安怎？咱继续看咧吼。对上述的内批看到讲，即个人因为因的顽固性格吼，性真顽固啦吼，毋肯5方的人投降，而遭受遮尔悲惨的情形，真是一件遗憾的事。看起来万能的上帝是为着要公正惩罚即个鲁莽的异教徒。因为因所犯害死5方的人以及其他人的罪行，违反人性、自然而且合理的本性。我查者违反是毋是读做违啊，还是读做依啊？撳2點，讀做违吼，违反。违反人性，就是因所犯的罪行，违反人性、自然而且合理的本性，是所有人的敌人。因为因就是讲上帝要公正惩罚即寡鲁莽的异教徒，所以互即寡代志安尼来发展吼。5方的人经过真认真的调查了后，本来是认为讲会发现真大的宝藏，但是只找到39.5克伦，这是啥？克伦是金的，或是银吼？当量单位或者是银钱的即个单位，叫做克伦。即敢若找着39.5克伦，即寡是天伫个一寡因的漩涡珠啊，或者是其他的物件顶头吼，而遗留伫阮的士兵当中的吼。即个岛上所存落的人，吹响啦吼，拢应该是秘伫个岩石和即个气皮就是真气啦吼，气皮草丛内底啦吼，草丛啦吼，草丛。不离个5方的人对此也阁无确实知影吼。只敢若希望讲主宰的上帝会当互因也去互阮掠着吼，如此互即个海岛会当完全清除即寡拉萨之群的人吼，互因就是互即个岛会当安尼清洁起来吼。因为因的罪孽而严重污染的即个海岛啦吼，希望会当因为安尼来清
清洁清气啦吼。这是5月初7，咱来继续看5月8号。西风好天，有2只容客船出航，一只去厦门，一只去烈士，因所在拢无偌侪价值。今仔日后，一只容客船对芒港来台湾。5月初9，无特别事，方向多变好天。5月10号，有一只容客船对小琉球来台湾，带来一张四期是本国月8号的批，就2工前，也送来21个该岛的居民。即挂人是被我方的人伫咧一个新发现的洞穴内底找到的。即个洞穴距离头前讲的迄个洞穴，差不多是一个步程的即个射程。伫即个洞穴内底约有38到40个人，但是村外迄寡人大部分是查甫，毋肯出来导航，所以被扫射而死，或者是被手榴弹炸死。迄当中有手榴弹。其他还留伫咧该岛上的人，大部分是查甫人，毋是留伫咧洞穴里，而是逃亡遍布该岛的原厝、树林内的岩石呢。甚至是逃到种椰子树或者是金蕉的岩石呢，靠迄寡果实，靠迄个椰子甲金蕉啦吼，充饥。为我方的人所无法度阻止，因此真歹被我方的人掠着，因为需要较长久的时间。今仔日有一只容客船出航，再咸鱼去烈士。今仔日好天，方向多变。继续看来，5月11，还佫有一只容客船对小琉球送31个活粒，31个拄则偌济，我袂记加。21个吼，加一个，安尼加起来382人啊吼，382个啊吼。讲掠着31个嘛吼，即几啊活掠的人，基础讲其他2个洞穴内底所掠着的是啥物意思？即寡人是对本国月8号以来由几个啊活掠基础的其他2个洞穴内底所掠着吼，安尼歹势吼。对4期本国月10号来批来知影讲，即我方的人去找上述的洞穴的是有约40个查甫人，我方的人出现，但是因发射规划步程，因丧失一个人了后，就随着拢逃走。迄天规工就拢无看到任何一人，只敢有看到真侪龙蛇，坐落伫咧小森林、小水树林甲海边吼中间。我方的人拢甲迄寡龙蛇隆重放好烧掉，内面藏有豆仔、番麦甲其他的食物，拢甲因放好烧掉，然后转来到营地。今仔日有3只容客船对烈士抵达，来到台湾，再来盐甲米以及一寡虾、一批条啊，含用来做汤桶的茶帮，对汤的桶吼，对汤的桶啊。风游完像昨昏，好天。5月12日，可能今仔日读较迟啦吼，还有4分钟。5月12日，场馆普特曼斯国下含出色的议员决议，阮要派人伫咧小琉球岛上一个适当的所在，周围有真侪椰子树的所在来起造一个木栅。伫咧我方的人按照场馆国下的命令撤离了后，要派30个人，由一个较强的即个士官做队长去遐驻守以便会当继续来掠该岛的居民，并且防止其他人或者是附近的居民来破坏该岛，并且决议前述的军队伫咧完成上述工程了后，就要转来到台湾。今仔日有3只容客船对烈士来台湾，再来盐甲米
甲一寡条啊，甲遐。报告讲，石心的用客船已经装好好呢，停泊伫厦门头前2-3天内就会前来台湾。有一只用客船出航前往厦门走一批落啊肉，风含天气含长相像。好，今仔读到5月12日啦吼，时间差不多要到，咱来看一下大家的笔记啊。今仔笔记都10条，好。我感觉有写啥？龙桥吼，屏东县恒春，这田荣兄写吼。三里里拄则有讲，三里拄则有写骹目啦吼，就是脚踝吼骹目。台湾钱用骹目，嘿对，哦，这定仔你讲的词结果袂记诶，今仔日较无用吼。所以巴比无时间通写笔记吼。好，自首嘿。好，剩2分钟，咱要来来读一讲无来？5月13，看长岛啦吼。有一只用客船出航前往小琉球岛，载一张长官阁下批去互伫遐的朋友，也送去要起做迄个目纱所需要各种的物件。今仔日西风好天。5月14，无特别的事，有一只用客船载咸鱼去的事。5月15，5月15较长啊，咱明仔载，明仔载是拜几？明仔载会使，明仔载咱阁继续读落吼。对这个应该是伫龙桥遐，毋是，我看嘛，小大约看，应该是伫。龙桥，这是龙桥的代志法，和金沙岛敢若无关系吼。好，明仔载再来读，安尼感谢各位啦。咱明仔载继续吼，感谢各位，大家再会啦。爸比今仔日无闲吼，多谢大家，嘿，我来关房。